週四亞洲時段，現貨黃金就喺度磨豆腐，維持窄幅震盪走勢，喺4435到4450美元區間來回拉扯，而家就徘徊喺4445美元附近，波動幅度細到冇朋友。一方面受尋日獲利了結嘅餘波影響，另一方面大家都喺等本週五非農就業數據，觀望情緒濃厚，金價暫時陷入多空角力。不過大家放心，地緣局勢仲有潛在變數，加上央行持續購金嘅長期托底，市場仲有得博弈，唔使怕冇波動。地緣局勢呢塊始終係暗湧，為避險需求留底。全球幾個熱點地區嘅局勢都未見緩和，只要短期有升級消息，避險資金隨時湧入黃金。但如果局勢平靜落嚟，前期積落嘅避險買盤就可能集中走貨鎖利。仲有個訂心丸，全球央行一直喺度增持黃金托底。世界黃金協會數據顯示，2025年11月全球央行淨購金45噸，波蘭、巴西冇停過增持，中國更係連續14個月增持。2025年12月又添咗0.93噸儲備，為金價捉實底部支撐。短期技術分析從日線圖睇，黃金之前試過衝4500美元關口，但始終衝不破，呢下就加劇咗回落趨勢，慢慢向4450美元區間靠攏。同大家睇個指標，RSI 指數而家喺59，反映市場動能有啲轉弱，短期要留意回落壓力，關鍵價位大家要記死，上方壓力集中喺4480美元前期高點附近，只要能夠突破並站穩，先有機會打開向上空間，衝向4500到4550美元。至於下方支撐，首要睇4445美元呢個位置，一旦守唔住，就會進一步測試4400美元整數關口。呢個位置係前期震盪平台下緣，支撐力度都幾足，大家可以重點留意。勸大家唔好心急，保持謹慎觀望就得。短期千祈唔好盲目追升殺跌，依家最緊要等非農數據落地，等方向清晰咗再出手，唔好貿然行動，否則好容易踩行。以上內容只係參考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大家記住，投資始終有風險，據此買賣嘅話，盈虧都要自己承擔，千祈唔好賴人㗎。覺得呢篇分析有用，就訂閱、按讚、分享俾身邊嘅投資老友。多謝收看。